我哋會繼續支持你往後嘅活動㗎。嗱，我哋繼續頒發下一個獎項啦。呢一個獎項咧係頒發俾全世界音樂迷心目中全球偶像團體嘅獎項。國際潮流海外團體到底會頒發俾邊個咧？我哋而家即刻揭曉。恭喜晒 Baby Monster！ 憑藉紮實嘅現場唱功同埋充滿爆發力嘅表演，Baby Monster 展現出強烈嘅存在感。大家正喺度見證一個全新嘅全球偶像誕生。大家快啲為佢哋送上熱烈嘅掌聲！안녕하세요, Baby Monster입니다. 首先特别想感你好，首先特别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奖项，然后特别想感谢我们的 Monster 一直在支持我们。有一天，有一个粉丝说，世界上没有爱，如果世界上没有爱这个单词的话，你会怎么表达爱呢？我现在可以回答，把我的世界都给你，真的特别谢谢，感谢你们。인사드리겠습니다. 지금까지 베이비몬스터였습니다. 我哋再次恭喜 Baby Monster 獲獎，我哋一定會繼續支持你哋嘅。